离开国小甲阿旺国小伫咧本学基础共同有2校73位高年级的学生来学习，启动新时代，刷出超实力的课程。2校透过合作，接受广达文教基金会委托的设计学习的任务，让小朋友会当登去厝邻访问长辈，并以人人、落来、木瓜等当地特产设计出长辈因上爱的新滋味。潮出美食力，就是找出长辈的儿时回忆，那记忆当中美好的滋味，以及潮出美食力，就是加入了小孩子跟长辈共享的料理。那最后就是潮出新实力，就是让孩子真正的去接触希望美食料理当中最重要的元素，那也让孩子可以传承这记忆当中美好的滋味。孩子跟着长辈来访问这个他儿时的这个回忆那不管是最好吃的、最想吃的，或者是他记忆最深刻的这个料理那我想里面都充满着满满的故事的回忆那但是呢，在这些长辈的这些料理当中我们发现会有一些是不健康的不健康，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交代孩子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请营养师进来。那营养师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一些指导跟建议，让孩子把这些指导跟建议我们带回去，跟着我们的阿公阿嬷一起的来讨论合作，然后完成一些更美味、更健康更符合我们现代饮食习惯的这些美味的健康的饮食。好想知道你们呢是如何从在地常常吃的这个菜肴出发呢，去访谈家中或者是社区里面的长者，发掘出食材以及回忆当中的连结。那透过这样子呢，来说出长者生命中爱以及智慧的故事。19岁上午特别伫咧阿旺国小的礼堂展出学习的成果。广大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慧佳嘛特别录影片来勉励小朋友。伫现场除了有展出小朋友因一学期落来的努力，同时嘛邀请长辈做伙来见证学生用心做出来的作品展览。以及制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孙子方凯，我觉得方凯非常有责任心，很有主见，也很有创意。做完了东西之后呢，也能够分享，我觉得非常高兴。上这节课呢，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经验，像是我们知道了要怎么样才能把很多的资料，然后集中成一块来分类。也有煮菜的过程中呢，也知道了煮菜要怎么煮会比较好吃，也学到了比较多团结合作。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后来还是因为团结合作，所以问题才一一迎刃而解。这摆新国展览对1月19号到1月28号，欢迎民众会当来到阿旺国小的礼堂，做伙来欣赏同乐因甲长辈做伙记录落来的故事，透过创意，让长辈因的生活智慧会当继续传承。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